请你帮我寄的信吗？信？哦，彤彤忘记了。彤彤姐姐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做得很好的。好，那亮亮呛糖奶贡啊？我说呛糖奶贡，请听我说，注意哦。这封信请寄到邮筒里面，然后去隔壁的便利商店帮我买一颗布丁回来，这样子清楚吗？清楚。好，记得不要忘记哦。我一定会记得的。出发喽！好，记得寄信布丁。回来了！我回来了。彤彤姐姐，我把信丢到信箱去了。好棒哦！那还有彤彤姐姐的布丁。布丁？怎么都空了？因为刚刚肚子有点饿，所以我就偷吃了一小口，然后又吃了一小口，后来又偷吃了一小口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呛糖奶贡，请听我说。呛糖奶贡，请听我说。亮亮，呛糖奶贡。什么事啊？哎呦，亮亮，呛糖奶贡。啊，什么事啊，彤彤姐姐？我是要跟你说，亮亮最可爱了。这个大家都知道嘛。好，记得不要忘记。好，记得不要忘记。亮亮，这个布丁是要给猫猫的。好，记得。好。这一盘糖果是要给点点的。好，记得。好。这些饼干是要给小蜜的。好，记得。好，交给我，没问题。呛糖奶贡。好，记得。两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磊了。